2026年3月16號星期日。好多做智能家居嘅客戶都會對服務費有疑問，產品12000，服務費2400，會唔會太高？其實好多人都誤會咗一件事，佢哋以為自己買嘅係設備，但實際上你買嘅從來唔單單係設備，而係有5件事。第一，方案設計，燈光、窗簾、開關、場景邏輯，全部都要提前規劃。第二，設備匹配，唔同品牌、唔同協議、唔同穩定性。第三，施工協調，要同水電、木工、燈光一齊配合。第四，現場調試，燈光點樣聯動，窗簾點樣自動化，場景點樣觸發。第五，售後支持，系統升級、設備維護、問題排查。設備其實只係最後你見到嘅結果，真正複雜嘅係中間嗰一套對接流程。有啲客戶慳咗嗰個服務費，最後反而用更多嘅時間同成本去補呢啲事。所以智能家居呢個行業係好有意思嘅，我哋賣嘅從來唔係設備，賣嘅係將一件複雜嘅事變簡單嘅能力。